你是小周的女朋友吧？哎呀，这小姑娘长得真标致啊！顾总儿是遭遇过意外，一旦触发相关记忆，就容易引起她的应激反应。压力过大时还会频繁发作，甚至可能晕倒。所以，她都会尽量避免这些情况。就连去总部开会，也得我代为发言。哪位是病人家属？哦，我。病人之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，你知道吗？他对青霉素，还有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都有过敏反应。前2天感冒挺严重，吃了头孢，麻烦医生您多注意一下。行，现在跟我去签个字吧。好。助理能为他做到这种地步，他俩的关系未免太亲密了吧？对不起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有病。不过这次的事儿我可以负责。那能跟我结婚吗？啊？不是要负责吗？我说的负责不是这个。别的我都不需要，我只需要你跟我结婚。妈。别管我，你继续啊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到底求不求啊？不求就改天再求。你是小周的女朋友吧？哎呀，这小姑娘长得真标致啊！叫什么名字啊？多大了？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妈，他叫周建清，22岁，南城大学大4学生。这么小啊！哎呦你，没事的，差几岁没关系的。这个男人大一点，才懂得疼人。青青是吧？青青啊，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啊，跟我们家小周是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他呀，3倍服务费。阿姨，我学的是艺术设计，是因为工作原因认识南周的。啊，我之前在公司里听到了他对我的漫画的点评，瞬间对他印象深刻。哎呦，你还会画漫画啊？那跟我们家小周可算是半个同行了。我总算是看到他交上女朋友了，我也不用失眠了。南周他以前没女朋友？这么多年，我从没见他交过一个女朋友。我安排的相亲，他也老拖着，我都快急死了。不应该呀。妈，你下午还有瑜伽课对吧？小川，送我妈去瑜伽课。好嘞。啊，青青啊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哎呀，阿姨今天下午有点事儿，明天要有空的话，我们边吃边聊。好，阿姨，阿姨约我，当然有空了。太好了，小周，明天记得去接青青啊。哦，你要是好些了，一会儿记得送青青啊。知道了，妈。那个今天下午阿姨还有课啊，那个我们明天不见不散。拜拜。阿姨走了。顾先生，我们来谈谈明天的服务费吧。